2026 Australian Budget Negative Gearing 系列 Part 8 Cash 與 Property。 Cash 會貶值，但係 asset 一樣有風險。今日呢條片唔係 financial advice， 我只係想用返 mortgage broker 同埋市場觀看者嘅角度，同大家一齊去諗一諗。咁可能有人會問我啦，Rachel， 如果我 hold cash，inflation 一樣係會令到我啲錢貶值嘅喎。咁呢個係絕對正確嘅。如果 inflation 係6%，而你而家手頭上係有100萬嘅 cash， 一年之後嘅 purchasing power 可能等於大約94萬。但係個問題係，如果你 hold 嘅唔係 cash， 而係一個 cash flow 長期 negative， 流動性開始下降嘅資產，咁你面對嘅可能唔止淨係 inflation， 而係持有成本、利息、maintenance、insurance、流動性，即係你想賣時未必即刻有人接。所以我睇而家呢一個市場，未來3年、5年甚至乎10年，我哋最需要睇嘅未必再係買完會升幾多，而係你頂唔頂得順呢一個持有成本。